宜蘭縣逐年攏會舉辦甲爸母洗腳的活動，今年已經第19屆啊！早起佇咧宜蘭運動公園舉行，嘛吸引200個家庭參加，其中年紀上大的媽媽已經101歲咯。後生替101歲媽媽燙起鞋仔尾仔了後，放佇溫水桶內，用來自醫院的溫泉洗腳。宜蘭縣號稱情書甲爸母洗腳運動，今年已經是第19屆，初十早起佇宜蘭運動公園公園球場展開。除了年紀上大的母親，現場還有200組家庭參與替母親洗腳活動，無分大漢細漢參與的囝兒會當為母親洗腳，除了表示是初體驗，也大聲講我真榮幸。很高興有這個機會，第一次參加，第一次讓我覺得很高興，當然高興了。主辦單位宜蘭縣孝親尊師聯名，希望這活動將孝道精神化作具體行動，提起做人囝兒愛珍惜當下，即是向父母表達愛意。所以講這個有意義的活動，當然縣政府一定愛來支持甲到參加。所以講，頭個毛講就講明年會擴大舉辦20年吼，這真正是無簡單的一個活動。縣政府表示，宜蘭長期推動孝親尊師的理念，這場活動已經漸漸成做宜蘭珍貴的文化資產。每年會進入20周年，縣政府會協助主辦單位擴大舉辦。記者綜合報道。